有請錦田鄉事委員會主席鄧賀年議員及18鄉鄉事委員會主席程振明議員，英路圍父老鄧偉明先生及鄧徵祥先生為長龍進行點睛儀式。程序3點睛。1點靈光發豪光，靈光光芒耀四方；2點雙眼發光芒，劍豪光芒望四方；3點青鼻和鐵惡，崇高萬丈顯威揚；4點牙尖紅順利。敲聲響山，黃山河；5點順風靈通耳，左聽通天右踏地；6點由頭點到尾。鄉事委員會主席鄧賀年議員進行掛青儀式。我哋要起嘅，喐下佢，想大嘅。小豬啊，入講啦。我龍珠未點喎。點龍珠。神沙開筆顯神通，靈珠開光領群雄。有請18鄉事委員會主席程振明議員及錦田鄉事委員會主席鄧賀年議員進行掛青儀式。掛青。係啊，放入啲，放整入邊，係啦，冇錯。啲凳俾攞咗入啦，出嚟。喺呢度，俾翻凳佢。喺度瞓，交凳，係正話正嗰啲凳，嗰凳係。